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是带着喜乐还是重担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全心来赞美他。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起立，不只用嘴唇，而是用我们的灵来向这位配得荣耀的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赞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你欢呼，神永不息。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你欢呼，神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你欢呼，神。我要全心赞美，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你欢呼，神永不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用掌声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阿爸父神。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名世世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名世世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
们将往何处。愿主的慈爱引导我们，愿主的平安常与我们同在。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配得我们赞美的神。今天我们用诗歌赞美你，用心灵与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愿主悦纳我们所献上的诗歌与感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止在聚会当中来赞美你，更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全心全意，我们跟随你，尊主为大。让我们在生命中，让我们生命成为活祭，时时刻刻的来荣耀你的名。主啊，你是信实，你是慈爱，也是公义的主。你不但赦免我们的罪，也医治我们的心灵，带领我们走过高山和低谷。主啊，愿你的平安与慈爱常与我们同在，不论我们往哪里去，主你的恩手都引导我们，扶持我们，保护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同在中领受你的话语，彼此相互的祝福。主啊，你带领我们走出教会的时，能够仍然活出爱与真理，在这弯曲被谬的这个世代当中，成为光跟盐，来见证主你的荣耀，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献上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今天晚上是立珠长老要主领哦，那他要跟牧师换讲道，好，所以我来帮他主领啊，他还要帮牧师讲道这样子。好，那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我们每日新眼光好的这个每周新眼光哦，在今天的这一周的主题是来自于阿摩斯书的第8章好1到12节。那牧师要分享的题目是夏天的水果。讲到夏天的水果，大家会想到什么水果？最近吃很多的芒果、西瓜、葡萄、樱桃。好，那这边有列出15种水果。那你知道这个是按照热量跟糖分排下来的。好，排第1名的是什么呢？榴莲。好，再来释迦，再来是香蕉，再来是龙眼、荔枝。好，然后从第2行的由左到右，葡萄、百香果、凤梨、芒果、红龙果，再来第3行是水梨、水蜜桃、李子、甜瓜跟西瓜。好，我来考大家啊，在水果用台语要怎读？
榴莲过来，石茄、金蕉、龙眼、奶鸡、葡萄、百香果。有人捌听过结石果？结石果有捌听过无？哦，百香果。好，结石果好，这个是日本人哦说这个百香果长得像时钟，那个凸出来一个好像时钟，好像计时。好，结石果，某人讲鸡卵果，过来旺来、酸啊、红龙果、灰龙果、水来啊、水蜜桃、梨啊，好甜瓜，甜瓜就是香瓜、香瓜、西瓜，好。伫热天当吃到很多种不一样的水果，好，但是这些水果呢，好，有的是让我们吃的健康，好，但是有的这个糖分呢，或是热量呢，好，也是我们要掌控和注意的。伫今日圣经中间，好一段圣经，好，就是阿摩斯，好，伊来讲起着热天的水果，好，这个热天的水果所代表意义是甚物？好，咱来读今日这段的圣经集，阿摩斯的第8章，咱做来读。至悬的上主，互我看见一个景象，我看见一拿热天的果子。上帝讲：阿摩斯，你看见什么？我应讲：我看见一拿热天的果子。上主就对我讲：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结局已经到，我袂阁放因煞。至悬的上主阁讲：伫迄日。宫殿的歌声会变做哀哭，逐所在拢是协甲的心思，四过点字字啊！伫这一段的圣经，好，那阿摩斯他看见的第5个异象，那第5个异象当中呢，是一个夏天一个熟透的水果，那这个水果好的成熟呢，好跟这个希伯来文的结局呢是一样。所以看这个成熟的结果，好跟结局呢，好就讲到说以色列子民的结局已经到，这个结局就是上帝不再让北国以色列逍遥法外，好，上帝要重重的来审判，要来刑罚，好，那在没有多久，上帝要来消灭或是来毁灭北国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现在眼前，好这些以色列他们的歌声跳舞都会变成哀哭，而且呢，他们的这些的喧嚣的声音都会非常的安静。第4节，恁遮的吞打散车人，遭要困苦人的人就听，恁讲车伊较紧过，愿通卖5谷；安息日紧结束，愿通开市买卖。通用蛇的斗，用无信实的秤锤，用诡诈的天平骗人。通用银买散车人，用一双鞋换困苦人，将歹的马仔卖互人。上主针对以色列的骄傲立誓讲：因所做一切，我永远记条条。这个地减袂因为安尼摇拽，住伫遐的人减袂悲哀。这个地会亲像尼罗河涨起来。亲像埃及的大河中悬降低，所以上主在这边讲到以色列的结局，是因为他们做了这4件的事情，就是不公不义，还有他们在守安息日上帝的节期，还有他们在平常与人的关系、买卖交易当中没有公平、没有公道、没有按着公正，以至于上帝要来重重的刑罚他们，而他们把穷人当成贩卖的奴隶，当用1双凉鞋的价格就卖掉一个穷人，那把穷人当作奴隶来贩卖，所以引起上帝的刑罚。上帝要来审判以色列这个国家，而用尼罗河的洪水暴涨来形容以色列国也要被洪水给吞灭。但是上帝所用的警告呢，是一个地震，地震。咱阁继续来读第9节到最后12节。至悬的上主讲：伫迄日，我要互日头伫中道落山，互地伫日时变乌红。我要互恁的祭敬变做悲哀，歌曲变做哀歌。我要互恁穿满衫，头剃光光，互恁悲伤亲像死孤囝。最后规暝规日拢痛苦，
至悬的上主佫讲，看咧，日子得要到，我要互饥荒临到这所在。饥荒毋是因为无米通食，喙焦毋是无水通啉，是因为无上主的话通听。因总来总去，对南到北，对东到西，四界找上主的话，毋过拢找无，找拢无。所以上帝的刑罚，就是要来统计一拿热天的果子。这把刀，夏天的果子，代表成熟的水果。这个果子到热天，就要熟，熟慢落来以后，就要处理。但是这个热天的果子，都叫讲成熟的结果，就也代表着结局，就是这个 ending 了。咱这个水果，台湾是这个水果的宝岛。这个水果进遮济，是要进来创啥物用呢？进来看的。还是进来吃啊！我们这些水果都是要种来吃的，所以这个水果呢，新鲜的水果，你只有2个选择，要么就是拿来吃，不然呢，吃不完的就怎么样？泡酒啊，摕来泡酒啊，做蜜饯来吃。好啊，上个月阮的这个神学院同学就讲，因爸爸伫拉拉山在卖这个水蜜桃，进水蜜桃了。讲修行没有很多，问讲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有要捧场，要团购的，所以我就伫这个加油好康的群组来帮忙团购，就很多弟兄姐妹就该登记，虽然不是很便宜但是嘛是知影讲这个是帮助他们在原住民在山上因的这个交通登记了呢当天晚上他就从晚上9点多就从拉拉山就开车送下来送下来的时候就讲我们就总共是这些那多拿很多。伊就讲有一些是哭掉啦，有一些是有空的叫顶掉的迄就送恁食呢，所以就多了一些的这些的水蜜桃。但是这水蜜桃呢，摕起来就多摕就硬硬的，但是你放热的地方很快就熟了，对，所以其中有1、2粒，有人有团购买就欢迎讲这个水蜜桃一摕回去就已经烂去所以再拿来换这样子，再拿来换。但是迄个烂去的水蜜桃，你外口看起来像刚乌乌一大，但是它是烂到里面去，所以烂掉的水果可不可以吃？即摆医生拢讲，烂去的水果，你不是讲甲下一边下掉，就可以吃了。讲吃掉腐烂的水果呢，会怎么样？也会致癌会致癌，会提高那个致癌率，就会丢癌啦。所以过去有的人就信的迄水果烂一边，就下一边，这边继续食。但是你唔知影讲它那个烂掉里面的那个发酵甲内底才会可能会走去遐。这个上帝用一把刀讲烂去的水果，这个水果伫本来它未结实的时阵足酸的，但是到它成熟的时候，它就是最肥最甜美的时刻。但是到那个时刻，伊若无处理的时阵，无摕来分享的时阵，过头熟的时阵，就烂去。烂去不是只有口感不佳，而甚至呢会怎么样？变成是一个致癌物，食了会食歹腹肚，甚至会造成身体的负担哦。所以以色列人，因上帝安尼甲因培养，互因信用对牵架到大汉，正做一个国家。咱即马拄仔咧读撒母耳，看起即个国家是上帝安尼引带到撒母耳甲因设立头一个王，但是到因即个王以色列分裂了后，因这个王呢无照上帝的话，袂记得上帝的教示，递到即个国家呢，过头熟，递到去烂去啊。诗篇34篇第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然后呢，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上帝亲像爱咱的性命，亲像这个果子的滋味同款，是让人家能够有滋味。台语，咱来读一个台语。恁着试看，就知耶和华是好。我靠伊的人有福气，搁读一摆。恁着试看，就知耶和华是好。
我靠伊的人有福气。上帝滋味，亲像看会当食只热天的果子共款。但是这个滋味，那是过头湿，咱做一个信用，如果没有好好的修剪，在那个环境当中，迄个滋味就走味去。伫阿摩斯对遮的预言，第二个伊就讲到，上帝要来审判以色列的结局已经到啊。这个以色列，因是一个上帝祝福的国家，因把非常的强，非常的勇。但是呢，因煞伫国家的内面，这基础走进去。安怎走进呢？伫阿摩斯拄则咱读的第8章，讲到这4项的代志。头一项就是欺压穷人、剥削困苦的人，因专门拢欺负遮的无钱的人，所以贫富差距怎样？越来越大，好呀就愈好呀，善巧就愈善巧，所以他们让这个穷人呢永远不得翻身，将这些善巧的人呢压落底，好伊袂当爬起来，甲因剥削。第二个就是看到这些不公不义的人，伫安息日，因伫遐讲安息日初一15经过去，安息日经过去。经结束，阮才当出去来探钱，所以他们甚至在安息日的时候也没有在安息，规头壳拢在想啥物？探钱的代志，满脑筋都在想我要怎么样赶快发大财，怕别人赚的比他更多，所以规头壳只有在想，无在专心在做礼拜，无在专心在敬拜上帝，随望人伫遮，心拢伫外口，这嘛是耶稣讲的，一个人袂当服侍上帝，搁服侍钱财。因表面上在服侍上帝，实际上是在服侍钱财。第三，因在做买卖、做生意，偷斤减两，动手脚，把迄个秤腿呢，篡改，把迄个比较轻的砝码换成比较重的砝码，然后呢，安尼来谋利敛财，来诈骗，来骗人的钱，心内底嘛袂感觉歹势，伊的目的就是想要较好呀，想要快速的发财牟利来取财，最后就是将这个送乡人当作奴隶来卖。这个人偌济钱卖互你，人口贩卖人口，然后将这个社会整个社会变作是各项代志拢用钱来做标准。任何的事情通通是看在钱的面子上，而不是看在上帝的面子上。所以任何的代志呢，真正拢是拜金主义，追求金钱啊。总是伫阿摩司4的5章24节，咱来读这节。独就互公平，亲像大水直直流，互公义亲像长流的江河。搁一摆，独就互公平，亲像大水直直流，互公义亲像长流的江河。上帝所爱，唔是这个人大富大贵赚大钱。上帝所爱是有没有公平，有没有公义，有没有行走在上帝的正直的路上。所以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上帝所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阿摩司可以说是在先知的众先知当中非常早期的先知，而这先知他也从南国，他是犹大人，可是他却来到北国，成为北国的先知，来向北国宣布上帝审判的信息。而这个审判的信息呢，最后的呈现的画面就是以色列要遭遇地震，还有遭遇饥荒。而当地震来了，饥荒来了，以色列人北国的人民就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不是人的作为。北国以色列总共有20个王啊，那南国呢，犹大有19个王，1个后，所以加起来都是20。而北国以色列第一个王是耶罗波安，在位22年，而第二个耶罗波安是在右边的第14，他是主前793年到主前753年哦，总共在位长达41年，是所有北国20个王当中在位最久的。但是你可以看到，每一个王，北国的王都是上帝眼中看为什么恶，通通都一样，因为他们跟上帝的关系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有找到正确的关系，
以至于呢，他们没有一个榜样。南国虽然有19个王，一个后，但是里面有几个上帝看作好的王，有8个，8个，19加1当中有8个是上帝眼中所看作是好的王。而阿摩斯是在哪一个时期呢？就是在第14耶罗波安的时期。耶罗波安在位的时期，国家非常的稳定，因为这个时间当较长，代表讲迄个国家较无遮的战争战乱，里面比较没有波动。而南国呢，也是乌西雅当王的时候，也是在位50几年，所以在那个时期，南国也好，北国也好，都是国势相对稳定。人民可以安然的，可以安居乐业，可以好好的来生活的时刻。但是阿摩斯他的服事呢，只有短短的6年，就是从主前的755年到主前的749年。阿摩斯的服事在这6年当中，他所留下的信息呢，到今天仍然在反映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会出现的。贫富不均、社会不公，在上位者没有来关心行公义、好怜悯，没有来关心社会底层、底下阶层的需要，所以这也是上帝所带来的审判。所以阿摩斯书虽然只有短短的9章，但是前面1、2章是向8个国家的宣告，3到6章是阿摩斯3篇的讲道，每一篇的讲道都是你们要听，或是你们当听。注意听，来当作开头，讲到现在的罪、过去的罪跟将来的审判，而最后的7、8、9、3章，讲到了5个异象，讲到了5个异象是上主所指示的。而阿摩斯在那6年当中，他所传讲的，有人接受，也有人不接受，但是我们看见，当阿摩斯他宣讲完之后，再过大概30年，北国以色列主前749不到30年就被亚述国所侵略，所并吞，甚至不是只有到30年后，因为我们读阿摩斯书的第1章第1节，就看到阿摩斯书的预言呢是在大地震前2年，大地震前2年，换句话说，就是当阿摩斯他的预言讲完之后。它里面所提到的地震，真的就在北国来发生了。所以我们看见，在今天的阿摩斯书第8章的信息当中，成熟的水果象征着什么？结局。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到夏天吃着又甜又肥美的水果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这些水果的结局是要吃到人的肚子里面去，成为美善的滋味。还是这些水果就放在桌上，放在路旁，放在旁边，就给它腐烂。上帝让每一个水果它的生长和结实，就是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像水果一样。我们基督徒是要让人家成为得到上帝美善的滋味，还是基督徒成为一个腐烂的水果，没有用途、没有用处呢？而第二个，我们也看见以色列审判的结局，是因为这4件事情。我们把这4件事情再来念一次。第一个是欺压穷人，剥削困苦人；第2，安息日不安息，只想发财；第3，偷金减两，欺哄谋利取财；第4，把穷人当作奴隶赚取暴利。所以北国的以色列，他们爱钱爱到一个程度，已经不爱上帝也不爱人，只爱钱。这跟我们今天的社会反映出来的现象，也是一样。我们是不是只有追求金钱、追求名声、追求地位，却没有追求上帝的国，或是追求上帝的义，或是我们只有追求个人看得见的好处，而没有追求上帝的主权的实现呢？这个礼拜6会有台湾要来迎来这个大罢免。这个大罢免呢，就好像是一个洗牌，就好像是一个上帝再一次要来震动天和震动地。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罢免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来祷告，要来谨慎，要来思想。这个是英国的 BBC 他们所做的新闻这个国外的媒体呢，非常的认真他们在研究，或
或是从国外的角度来看，好，台湾的民主，好，到底会怎么样子的来走？好，那所以他们做了这个图表，好，就是台湾总共会有9个区域的地方呢，都要9大县市，好，都要来举行好这个罢免的行动，好，而在7月26呢是第一阶段的第1轮的罢免，好，那在8月底还有第2轮的罢免。而我们桃园呢，好，算是在第2，就是我们桃园的6位立委，好，通通都被列在被罢免的名单当中。那为什么要罢免这些立委，或是为什么这些立委有这么多的立委，有这么多的人来联署，好，要罢免他们？我想这也是最后的重点啊，最后的重点。好，如果我们没有去思想，好，只是说哦，这个立委不错啊，这个立委好，他有认真啊，这个立委啊，他很勤劳啊，他一直有出来在拜托，这不是表面上好，而是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在美国的经纪人杂志好去年好的世界民主指数好的评比，台湾呢是全世界排名第12名。那总得分呢，10分里面得到8.78分，好，接近9分。这个民主指数呢，好，就是代表这个国家的民主的程度。好，那是全亚洲排第1名，好，甚至还超越德国。好，日本呢得到是8.48分，好，韩国是7.75分，排32名。然后新加坡是6.18分，排68名。香港是5.09分，倒退很多到87名。中国得到几分？2.11分，全球排第几名？145名啊。好，所以中国的民主程度呢，好是非常的落后。好，因为中国的这个民主化的过程呢，好并不顺利，好并不顺利。但是台湾呢，好为什么能够民主化，好能够拿到这么高的成绩？好，那也真跟台湾人所接受的教育。台湾人过去好所得到的这个开启好这个启发有很大的关系。好，因着教育好，所以开始学会尊重，学会好要倾听，好学会要同理，学会要饶恕，学会要包容。但是我们也看到好，在这次台湾的好这个罢免的行动，好是我觉得这个漫画呢好画得很有趣啊。这个漫画呢，好画说好有2个人呢，在这个海堤的堤防上面，他们一直在敲下面好的这个柱子，好这个柱子呢，好分别是代表宪法法庭，好代表五权分立，代表国家财政，代表年金改革，代表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代表好台湾的国防的潜舰预算。好，可是呢，有一群的立委呢，却拼命的敲，把这些扛起国家的柱子，怎样？要把一根一根的把它敲碎，敲碎之后呢，这整个船或是这整个平台就怎样，就会垮下去，就会掉下去。而这个海里面有一只鲨鱼啊，鲨鱼的鳍上面呢，还有5颗星星在那边游来游去啊，好看谁掉下去就给它吞下去吃下去。我们不晓得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好，整个罢免的过程，好，从去年好5月开始的这个立法院的抗议，好，到现在已经是7月啊，将近15个月来，好，台湾好面临了很多好没有办法去理解。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好，但是为什么立法院的开会都不能够按照最基本的民主的程序？为什么不能够按照最基本的彼此的尊重，好，却是要用多数的暴力，好，却是要用关门的会议，甚至要用这个漫无止境的抹黑，或是用没有办法数得清的这个法案，好，然后来消耗内耗，好，让整个国家好被拖延了。好，所以在这次的罢免当中，好，其实呢，好也是攸关着台湾的民主，好，到底是要向前行，还是要倒退路？而我台湾的主权在民，还权于民。但是呢，整个台湾的国家未来，只有被120几个立委就通通操纵在手上。这120几个立委就决定了整个台湾2300万人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到底是要游到对岸去，
还是要继续的成为一个民主的表率，成为在亚洲，成为在世界当中的台湾之光。这也跟我们每一个人民或是每个公民的反省有关呢。今天阿摩司书第8章的最后2节，至管的上主阁讲，看咧，日子得要到，我要予饥荒临到这所在。饥荒不是因为无米通吃，喙焦不是无水通啉，是因为无上主的话通听。当我们发现，当人只要为了钱，最后他的结局，即便他能够像所罗门王一样赚得全世界，可是当他年老的时候，他也发现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这些钱不能够换回他的生命，再多的金钱，再多的名声，再多的地位，不能够换得他一分钟的人寿命和时间。但是当人离了上帝的话，12节说，因着总来总去，对南到北，对东到西，四界要找上主的话时，但是已经未赴啊，上慢啊，来不及啊，来不及了。上帝的话，在160年前，对英国的宣教师传来到台湾，甚至400年前，通过荷兰人就把马太福音传到了台湾的新港，都还用新港文写下了马太福音。这些上帝的话正在影响着台湾这块土地，所以让台湾在400年来能够爬到世界亚洲民主第一，或是在经济的发展上面去年超越韩国，接下来要继续的向前来行，还是会因为国会的改革的乱象，让台湾这一切的努力进步就会到此为止？不晓得，但是我们只知道原愿上帝的公义如大水滚滚，公平如江河滔滔，让台湾是一个真正行走在公义和公平，有上帝的真理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社会，而台湾的人民也能够身为台湾人为傲，而让我们看到香港。过去香港有很多的港星，香港有很多的金融行业，香港有非常好的这个学校，香港中文大学，有很多的这些的贵族。但是在香港1997回归之后，25年内香港倒退到不断的退步，而且现在香港连唯一的这个民主党都解散了，人民集会游行或是人民要发声的权利，通通都被没收了，都被晋升了。这真的是台湾百姓想要过的生活和日子。如果我们没有去警醒，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来为这些事情祷告，只是认为罢免就罢免，没有罢就没有罢，不要紧，最后香港人他们的故事也有可能会在台湾再次来上演。虽然牧师知道有时候牧师在讲这个政治讲的太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会友当中，就会我要换教会，我要换牧师，罢免牧师，好欢迎罢免牧师，长老教会是可以罢免牧师，但是呢，当我们的国家真的没有了，你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换，你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以去，我们可以说大家都是同岛一命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为我们国家来守护，为我们的国家来代祷，不是说这些的不同政党的或是不同颜色的就是十恶不赦，而是真的要真理是越辩越明。我们需要有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所以要邀请大家为这2件事情来代祷。第一件事情就是为我们的贫富差距来代祷。我们看见阿摩司的年代，贫富差距这么样的大，但是呢，到今天仍然还是一样。2500多年过后，还是一样有这么大的贫富的落差。愿上帝的公义如江河滚滚，公平如大水滔滔，能够落实在台湾以及世界各个角落，让所有的资源都能够妥善的分配利用，符合上帝的公义原则，并且能够来照顾弱势的族群。在上个礼拜当中，1919的一个幸福巴士来访问迦南教会，那他们计划在明年的1月3号要在迦南教会来停留，有一站幸福巴士，他要准备30份照顾弱势的这个幸福包，
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就是尽量去找教会以外的弟兄姐妹，30个，这个是不容易啊。因为我们去问了里长，里长说他大概手上只有2个。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找到这些在弱势当中需要被照顾的？其实我们也需要停留下来。但是这个幸福巴士，它所传递的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来没有条件，没有计较，而是无怨无悔的付出和分享。愿上帝的公义能够在这个世界角落。第二个，我们要为上帝的国来祷告。我们不是只有追求地上的国、地上的金钱、地上的名声，而是要追求上帝的公义、上帝国的公义和平，让上帝的话能够在全世界，而不要看到我们要寻找上帝的话，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四处寻找却找不到上帝的话。上帝的话离我们非常的近，包括今天晚上、今天早上、明天早上，随时随刻，只要你愿意，都可以享受上帝的话。400年前的台湾没有这么幸福，可是今天的台湾，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打开手机，打开 YouTube， 打开好消息，打开圣经，随时都有上帝的话，这是上帝的祝福。而这一份宝贵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谨守。我们看到在对岸的中国，他们封锁圣经，他们不让教会能够有自己的主权，他们让教会的传教加上了这个政党的色彩，而这一切都被限制。而我们要好好的珍惜上帝的话，在这块土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起同声同心来为这2件事情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为着在台湾的贫富差距来向主献上祷告。主啊，求愿上帝的公义和平能够在这个土地上，在这个对面，主啊，让所有台湾的人民会当来照顾这些弱势，会当来关心着这些欠缺。主，阮也为着我会当追求上帝国甲上帝义，愿上帝你也施阮帮助，也带领阮，让阮会当来建立上帝你的公义甲和平的中间。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通过阿摩斯先知的话，经过2700年犹原的提醒阮，阮伫这个时代社会中间，也爱来追求上帝你的公义甲公平，特别伫社会中间这弱势，伫社会阶层这阶层的这需要关心的家庭，不管是孤儿，还是寡妇，还是送乡的，主啊，你拢听因的呼求的声，求上帝通过阮，会当做伫至美士心中，就是做伫主耶稣的心中，也当通过阮伫教会的服侍，真正会当来关心着这需要关心的人，会当将上帝你的听来送到伫这个世界逐角落。阮也要为着上帝国会当降临伫台湾来祈祷，因为阮知影上帝你的福音通过你的话已经进伫台湾这个所在，伫这个土地，这个土地会当得到祝福，是因为上帝你的福音定根伫这个所在。主啊，求你也互台湾的人民，伫今仔日犹原会当来轻调上帝你的话语，犹原会当来顺探上帝你的旨意，会当来明白上帝什么是上帝所看做善、看做好的道路。上帝你所爱就是独独爱阮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来甲上帝你同行。求上帝也来祝福伫这个国家的执政者，也是台湾的立法院，这120几个立委，这立法委员，因真正会当通过社会，这百姓群众，大家的诉求甲要求，真正会当登到伫这个做一个公仆的这个积分的顶悬，是做社会的公仆，不是要做大头家，不是要将台湾来当做这个物件来出卖，是要让台湾的前途会当更较自由、更较民主、更较会当为主来做干净、做见证。主啊，愿上帝你的真理、甲你的公义来拯救台湾，然后将台湾百姓会当听到上帝你公义的声，让阮的心会当来警醒，为着台湾来守望，为着台湾来祈祷。阮的伫主的面前来恳求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
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接着我们要来为世界、为国家、为社会来祷告。首先，在礼拜天，日本的国会改革大选已经完成。那执政联盟的自民党还有公民党呢，可以说是惨败。那本来是绝对优势，现在没有过半。而党魁石破茂首相也面临了自民党创党70年来的最大的压力。那日本新的政党叫做参政党。那他们原来只有1席，那在礼拜天的选举完之后，他们暴增14倍，拿到了14席那也成为日本未来国会一个非常新的势力。那参政党是属于右派，那他们是强调以日本优先，是本位主义，那也会带来日本政治版图的改变。我们为日本也为世界来祈祷，每个国家都能够在民主的体制当中有上帝的公义和平彰显。第二，我们要为着台湾在7月26号、8月3号举行2轮的大罢免，有24名的国民党立法委员，还有1名新竹市的市长，横跨北中南东，要来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也持续为民主精神及民主的价值来祷告，能够用理性取代盲目的迷信，能够更求主的真理能够光照台湾。第三，要为今年的第7号台风范斯高正在通往琉球的南边的海面移动，那这个台风可能会在礼拜4和礼拜5对台湾的影响，也求主看顾保守不受威胁，也继续为丹纳斯台风在南部嘉义、台南所造成的损害修复以及这些失去财产和性命的家人来为他们来祷告，求上帝来看顾。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为这3件事情来代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生活在拥有民主自由的台湾，让台湾的人民都有权利为自己的立场发声，也求主保守我们本周6大罢免的投票，不论赞成或是反对，不论结果是怎样，我们都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也求主在这当中掌权，也求主保守丹纳斯风灾后的台湾，特别保守中南部的灾民，在灾后重建部分都有主美好的心意在其中，让政府与民间能够有好的共识，让灾后修复工作能够尽快完成。对于本周即将到来的7号台风范斯高，也求主保守台湾能够不受台风的影响，将台湾交托在主的手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接着要为教会来祷告。首先，我们要为嘉南的短宣队，这个礼拜从礼拜天到礼拜天，在高雄小港汉民教会的服事来代祷。目前有14位的队员，然后还会另外有4位的队员来去参与。那有43位的学员那在这夏令营的营会当中，那求上主跟每一位成员同在，都能够出入平安，荣神益人，也让一个礼拜的营会能够成为高雄小港汉民教会祝福，也成为小港的祝福。第二，我们为60周年的奉献目标200万来献上感恩，目前累积是136万多，那也求主继续赐福在60周年的各项的事工，也能够重温60年前就是长老教会来台100年的贝加运动，献金献心献功，大家一起献金献心献刚的热忱跟感动。第三，我们为教会有14位的长老22位的执事来代祷，让每位长执们都有上主来的智慧与能力特别长执在教会的参与，还有在工作上面，在家庭上面都能够兼顾，
好，那牧师也常常要提醒长执要来参加祷告会，好，就算不能来参加现场，也要参加线上，不能参加线上也要看重播，好，因为这个是每一个长执的教会，不是只有牧师的教会，也不是只有长老的教会，是每一位长老执事好的教会，好，要一起来透过祷告，能够一起来凝聚凝结。那也求主来祝福我们的长执团队好的服事，也能够成为教会社区祝福的管道。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为这教会来祷告。咱同齐来祈祷，敬听阿爸爸上帝，感谢你，赏赐甲人教会，诚做阮敬拜你的圣殿，恳求你的圣灵降临，时刻甲阮同在，恳求你看顾甲人教会底选的队，伫高雄、小港、汉民教会，伫遐服侍，会当得到你的感动、甲欢喜，甲因同在，互因出入平安。荣耀归你上帝。我们要为着教会6到9年奉献的目标来祈祷，求主赐福6到9年各项事工拢会当顺利完成，奉献的金额会当8足搁有剩。主啊，求你赏赐开达甲智慧，伫14位长老甲22位执事的中央的形象，来带领所有的同工会众，诚做上好的团队来服侍。诚做迦南教会甲社区祝福的管道，会当诚做迦南教会福音出口上大的所在。感谢你！最后，阮要恳求上帝祝福牧师全家、中职同工甲所有的会众，平平拢平安喜乐，祝福满满，恩典满满。阮安尼祈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来求。感谢主，阿门。最后，咱要为着基体来代祷，咱要来继续为着连主者，好思源妈妈来祈祷，好伊这标靶药的副作用，好靠一段时间，好超过10天不能进食哦，顶礼拜去看医生，好可以稍微吃一点点东西哦，但是有完身体是真虚哦，好也求上帝看顾，会当保守，好这个连主者会当平安无艰苦，无拄着恶担当的事。第二也要为着美智节，就是仪容的节节来祈祷，伊有完伫这个布头在做化疗，也求上帝看过仪容美智节，伊的这个化疗治疗的过程也会当真平安，伊的2个后生也对美国甲日本嘛，转来陪伴甲照顾，也愿上帝带领一切当真顺遂。第三为着阿梅姐是笑面的妈妈，这个大肠癌，也这个移转，伊也无要搁做这积极性的治疗，就是完全我靠上帝靠主，所以愿上帝加添阿梅姐会当有信心，嘛会当有喜乐，喜乐的心就是荣耀，也会当有主甲伊的同在，可以当平安经过每一天。第四要为着主会节，伫月底要来进行这个白内障的手术，会当一切顺遂。咱做伙为着这4位的兄弟，连主者、美智姐、甲阿梅姐、甲朱慧姐，咱有做伙为着因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伫这个时阵要做伙为着连主者、甲美智姐、有阿梅姐、甲朱慧姐，因的身躯欠缺甲软弱来祈祷。愿是阮的爸上帝，你也来看顾这个姊妹这因的需要，也伸手扶持伫因的心上。因为知影耶稣你是全能的大医生，但主你伸手还伫因的心上的时阵，主啊，因的病就要来得到医好，罪就要来得到赦免，所有软弱也要真做是臃肿。主啊，求主你的信心大大做工，愿上帝你的话甲平安建立伫因大人的心内底，互因有主通倚靠，互因无惊吓，互因也无拄着恶担当的事。互因咱经历上帝你的大丰富、甲稳定、甲上帝你的拯救。主啊，阮也要将阮个人、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要交伫上帝你的手。愿上帝你听阮的祈祷，也祝福阮每一个人，咱当诚做福音的器具，诚做福音的出口。阮安尼伫主的面前献上祈祷恳求，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最后，咱来唱这首歌《丰盛的应许》，请大家站立，我们来唱。仰面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
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们举起手来宣告：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给予。我们找7个弟兄姐妹跟他说，上帝美好的应许要成就在你身上。7个，上帝美好的应许要成就在你身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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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美好的应许。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看见美好应许，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是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在一天的忙碌、一天的工作、一天的服事，到晚上我们仍然能够来到教会，或是一起在线上同心来聚集，同心来祷告，同心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肢体、为我们的国家来守望。我们相信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也是上帝你所赏赐。也愿神你继续引领我们的教会，引领我们的社会，引领我们的国家，能够持续行走在神你的公义、善良、纯全的旨意当中。这时我们要同心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咱拍拍将一切因根归给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咱讲大声拍拍来感谢上帝。哈利路亚。感谢主，咱今日的聚会到这，咱要离开之前，彼此来请安，彼此来祝福，愿上帝祝福咱大家平安。